说水个好。国政解说2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今仔日拜鬼，国政啊，腊日啊，甲显落就知影今日拜鬼啊，毋是。较早讲今仔日拜鬼这句话，无的确会掠去关，敢有影？当然啦。国政今日要招你探讨，是台湾话讲话音的三官两意、趣味的代志。啊，毋过事实，咱咧讲这站过程的时阵，也着爱体会，也着爱了解台湾过去一夜历史的发展。是安怎讲今日拜鬼来去关？煞毋知影较早有迄落，甲政府主张无相共的。你像讲，为着要参加立法委员的选举，发一张文宣品，讲吼上好蒋总统你爱公布财产，你住伫海外，今日是爱调转来台湾做兵，安尼掠去判无期徒，真人实事。阮中华的白雅灿先生，啊，就是原啊共款一个反对政府的，敢若主张无共尔，掠去关政治犯。看着讲家国内底今日点灯结彩，问共房的同学，老友讲今日拜鬼啊，当时咧闹咧啥？顶局长就话来啊，讲我今日就是蒋介石蒋总统咧生日，咱要甲闹热，你咧讲今日拜鬼，啊你毋讲伊是鬼，你拜鬼的拜鬼，拄啊甲鬼神的鬼共音，吼。今日听感觉趣味，但是当时迄个环境，为了讲即句今日拜鬼加关台外，你会感慨袂？毋那干那这条呢？因为台湾人毋惊怪，勇敢的人真济，毋惊牺牲性命，到落尾手党外运动真请赢的时阵，逐世界都咧办演讲场，一个谈演讲场台下骹伫咧卖烟钱的，我哪讲毋对话？伊讲无饼哦，无饼就会臭火咯，烘烟枪。迄支叶啊，哪硬烟枪就哪扁。讲若无扁，烟枪会臭火咯。来哦，一条二十无要吃，紧来哦。无扁就会臭火咯。安尼讲哦，警察甲送起诉，因为迄个警察讲，啊你讲无扁，啊无扁就会臭火咯。啊意思毋爱扁，啊意思毋就讲，即摆恁党外咧演讲，咱即摆即个政府爱甲扁，爱甲因怎倒，安尼无扁会臭火咯。安尼我哪甲拗了就对啊。国政今日有甲你说明。这是台湾话咧讲话音，咧讲三官两意，咧讲趣味的。毋过你今日翻头甲听，较早有史以来全世界戒严上久的台湾发生这个代志，有影有，毋是无可能。咱体会台湾历史的辛苦。